上真够早，欢迎收看今日5月12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今开始，咱来关心昨咱国内新增加7个本土病例。疫情指挥中心嘛宣布，咱台湾进入社区感染的阶段。因为爆出病例所在拢无同，所以会去追查感染源。指挥官陈时中强调，对即马开始防疫规定提悬层级，爱警戒到6月初8。即阵民众一定爱做好接洗手、挂喙安，保持社交距离。环保局人员伫大街小巷大规模环境消毒，因为国内传出感染源不明的本土病例，包括着新北市的新庄甲芦洲地区，红点名的店主早就已经将铁门揪来，暂停营业1天进行消毒。距离现在有一段时间了嘛，只要求我们2个服务人员去做一个裁剪而已，哦，好了，叫我们说再加强消毒，就可以继续营业。我早上才听到说，那个卫生局的说叫我们要先把它整理好，现场先有那个确诊人来过。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出现警讯，雄雄新增加7个本土病例，除了华航乐富的事件新增加1个确诊病例，另外佫新增加2个感染源不明的社区感染。按1201是本国籍40多岁女性，是按1187华航机师做伙大个牵手，最近无出国，也无疑似镜头，因为先生确诊，经过卫生单位安排采检了后也确诊。另外2件社区感染，其中1件发生伫宜兰罗东，是按1202本国籍30多岁女性，是银河毕加乐幼艺场的员工。个案5月初9出现胃寒、家嗽、发烧这个镜头，去病院就医，也甲采检了后确诊。经过卫生单位紧急列做接触对象，并进行采检，发现按1208、1209，也甲1211，3个人拢是按1202女性同事，其中2个人无镜头。另外按1210是幼艺场定定期的人客，30多岁男性，同款换确诊。另外1件社区感染是新北市芦洲出事的，按1203是本国籍60多岁男性。5月初7出现先先家嗽、胃寒，2天后因为发烧去病院就医采检才确诊，感染源也有待查清。外传个案是新北市5股西亚会前会长，对这件代志，指挥官陈时中表示，一条当中暂时无做说明。他本身现在目前处于一个退休的情况，好，那所以退休他时间就相对的余裕，所以参与一些相关的活动就比较多。好，那我们现在也在持续匡列中。因为罗东幼艺场爆发本土规定感染着，指挥中心也公布按1202活动卡热，伊伫下档为着的期间5月初7至初9，透早0点至早起8点，伫银河毕加乐幼艺场工作。另外按1203的活动卡热，伫5月初10暗时捌去过新庄金华亭餐厅，5月初6去过芦洲来按摩芦洲中安店，也甲大风车婚宴会场。但是中警告，咱国内即马已经进入社区感染的阶段。现在已经进入社区感染了。我刚才一开始讲，最后面有7例，那等于是有2起的一个社区的感染，那1例是有这个5个的一个群聚，那另外1例到目前还是一个个案。这2个不明社区感染事件，其中有3个案例是家己去病院急诊就医，有2个医师发现好亲像是镜头了后安排采检才确诊。指挥中心会发放予伊奖励金，但是中强调，这2件不明感染事件，社区警戒会观察到6月初8，也就是2个传染周期，所以呼吁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一困头加7个本土病例，疫情指挥中心宣布，已经进入社区感染的阶段，疫情的警戒要提悬到第2级，嘛提出6大防疫措施，包括爱挂喙安、爱徛名制，嘛取消室外500人以上、室内100人以上的活动，伫箱体还有客运袂使食物件，嘛取消客票。高铁嘛宣布讲，伫5月19到6月30这段时间停卖自由座。大家该收心了。行政院长苏贞昌呼吁国人以严肃的态度面对台湾新冠疫情的新状况。不明感染源的疫情在起时，根据我们的规定，必须提升防疫等级。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用4个礼拜，也就2个周期，就到6月8号，我们把防疫提升等级，加大、加强、加码。
指挥中心10月宣布新增加7件本土的确诊病例，其中也有感染源不明的病例，惊疫情已经进入社区传播。指挥中心将疫情警戒提升到第2级，自即麦开始实施到6月初8。6大防疫措施包括出入高感染传播风险场所全程挂水掩，集会活动要做实名制，也要有流量的管制。取消室外500人以上、室内100人以上的活动，做袂到的场所必要时阵强制关闭。餐厅用餐要实名制，相体客运禁止食啉，看市的列车全部拢要对号，袂用起来，全面进入警戒状态。不吃东西可以，但是站票其实可以限制啦。在车上不用餐我是觉得应该是可以的。交通部配合指挥中心防疫升级，搁再限缩规定，除了坐相体客运，邮局内面也禁止食啉。15开始对号座无卖客票，相体的车站大厅暂停或者是延期早照停办活动，以免群聚。旅游景点甲大型的群聚活动进行总量管制，并且伫相关场所加强清洁消毒。高铁昨日也宣布，自15到6月初8实施全车对号座、自由座暂停。另外，国防部也宣布，自12开始到6月30停止教招，以免群聚。记者综合报道。宜兰双北拢出现不明感染源的本土病例，疫情指挥中心宣布疫情警戒提悬到第2级。昨暗一寡夜市已经无啥人，虽减真济。台中市的警察局昨暗嘛出动大规模的警力去酒店、电动间临检，看业者敢有做好防疫措施。国内本土病例传出不明感染源，疫情警戒提升到第2级。台中市警局11暗出动大规模的警力临检。并且甲卫生局人员对民众容易规定人做伙的酒店或者是电子游乐场进行防疫宣导，做好防疫。除了宣导之外，另外我们会针对店家是否有确实落实实名登记，以及戴口罩，最重要是有没有居家隔离检疫人员擅离住居所，来到这个我们公共的区域。形成疫情的一个破口。指挥中心提升疫情警戒，对集会活动、营业场所加大众运输，拢实施相关措施。台北宁夏夜市出入口也为人客放体温、喷酒精消毒手，也宣导卖哪行哪食。虽夜市的人有变较少，业者讲生意受影响。疫情那个严重的话，大家都不敢出来了。昨天就少了大概4成了，今天又大概少到5成6成了。真侪业者已经伫咧用餐区装假帮，也叫员工接洗手、挂水烟。烟埔夜市人遮尔多，用餐爱实名制，业者认为有困难。烟埔因为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市长讲无符合规范就要停业，业者讲因会尽量做。我们夜市也非常紧张，不希望有这种状况发生，因为毕竟我们小本生意营业上已经受冲击了，如果全面的无法营业，真的无法想象。我觉得还好因为毕竟现在也是平日，周末少来就好了。就会不太想来逛夜市，当然还是有那个就群聚的危险，然后也觉得这样戴着口罩很闷。加强执法，到6月初8之前，全面拢要维持警戒，以免疫情失去控制。小食档啊，拢讲会想办法做到实名制。有业者鼓励民众用电子支付，就能快速确认消费者的资料。有业者希望政府协助因设置 QR code， 方便顾客扫描留记录。记者综合报道。来解新天气，今日各地拢是好天烧热，中南部北县市有道高温的灯号，咱来看温度。今日过到了后，山区有短暂雷阵雨，透中昼会真热，伫中南部挖近山区也是好高，高温有可能会升到36度以上。中南部有8县市即马是道高温的灯号，南投、台南、高雄有的所在有机会会出现38度的高温。东南部有可能会透烧风，热人到位啊，乡亲一定爱做好早日加啉水，唔通着沙。另外，今仔日伫金门、马祖、云卡街、高大蒙，气象局有针对金门发布大蒙特报。
受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最近咱全台湾天气拢真稳定、真烧热。昨昏台南的南华北寮高温降到39度3，附近的玉井高温是降到38度半。这款天气会热1礼拜左右，若是想要落雨，恐怕要等到5月中。全台湾紫外线指数差不多拢是高压式危险等级，温度也一直呈现红怕怕规片。这种天气还阁持续1礼拜。北方的锋面系统在未来1周，我们看的资料显示，比较没有办法南下接近我们的影响我们天气哦。各地温度清悬，南部县市温度升破38度，台南南华北寮39度3是今仔日最高温，甘若是台南玉井的38度5。烧热天气，互高远工作农民规身躯最好防备，都惊流沙。用头巾啊，或是袖套啊，尽量让身体的皮肤不要曝晒在那个太阳底下。往年啦到这阵上届无因为雨下到几啊届啦，涂骹你有淡，互你一半工会热，伊袂上即摆遮热啊。毋但台南、高雄同款烧滚滚，山区的双南甲甲仙最高温分别有38度4甲37度9。平地虽然无山区遐尼热，毋过午后的日头，也有学生囡仔挡袂牢，爱用外套包头，防止晒伤。太阳很大，高雄是很热，可是它从来没有在5月这么热过。高温互行路人挡袂牢，伫无冷气上课的囡仔同款真歹过。因应着极端气候，教育部指示中小学爱伫教室装设冷气。高雄龙华国小都预定下半年要整理电路，安装冷气。现阶段先用电信风，还是开窗仔门通风来降温。基本上我们每一间教室都有安装吊扇。那如果还是觉得不够的话呢，我们会再加以给予那个立扇。感觉无够凉，也有学生囡仔家己准备设计电风，甚至灵珠也是喷雾来降温。气象局提醒民众，最近出外一定要注意，唔通晒着伤，加补充水分。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全台湾最近拢是稳定的天气。想要听候到梅雨季，恐怕就要等5月底。记者综合报道。甲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美国股市大落，加上咱本土疫情单警报，台北股市昨昏开价走低，收盘大落652点，是史上画上第3严重的一天，成交量超过7000亿，创下历史新高。汇市嘛败市，收伫27.951块，落1.36角，是最近2个月一天来落上济。来看《自由时报》，世界卫生大会5月20日要举行，咱台湾已经连续5档无受到邀请。美国在台协会 AIT 有围堵俄罗咱台湾的防疫措施，嘛讲美国支持台湾以观察员去参加。日本嘛强调支持咱台湾去参加 WHO。斯洛伐克国会外交委员会嘛通过支持咱台湾去参加 WHO 的决议案。来看《联合报》。为着应付中国伫区域内愈来愈强硬、愈来愈大尾，日本、美国、法国的军队昨开始伫日本进行联合军演，这嘛是法国头一摆参加日本的军事演习。另外，日本的海上自卫队甲美国、法国、澳洲3个国家的海军，这4个国家即嘛头摆伫东海举行联合军演，要阻挡中国变老大。咱台湾一时随加7个本土病例，有5例伫宜兰，有1例伫新北，拢是唔知影感染源。伫新北的这1例是去互新光病院的急诊医师通报采检了后确诊，因为感染源不明，双北拢提悬防疫急数。新北市长侯友宜是呼吁中央爱针对高风险的接触者全面体检，扩大扩出隔离者。啊，那台北市即嘛提悬防疫战急，宣布要取消毕业旅行、毕业典礼改伫线顶举办。工作人员来回，每一个所在拢喷消毒水。新北市出现不明感染源的个案，进前北基过罗州甲新增，新北市政府赶紧消毒。他是自己一个人来挂号的，然后他是有上呼吸道的症状，急诊的医师听病史，就是他描述就是发现可疑，所以就给他采检了。哦，了解。他症状虽然是像感冒没有错，不过他就是有说他前几天有去参加一个活动了。靠新光病急诊医生的警告，找到潜在个案。这位感染源不明的个案，也和新北市长侯友宜紧急开防疫会议了，宣布自这么开始到6月初8，防疫战级提升到第2级。要扩大框列，扩大采检。如果再有个案
应该进一步在高危险区域里面做普筛。新北市公布加强稽查8大行业，学生若无合格就暂停营业。室内集会爱挂水烟，8大场所更都未听会罚。再将运输交通工具提悬消毒的频率，并且禁止加点。风景区每2平方公尺范围内，只敢会当有1个人。边甲护理之家禁止探边，大所型的长照机构应时限探视。泸州新增5个月校园暂停开放，因为出现不明感染源，台北市长郭文铁也决定提升防疫战绩。有一阵子没有疫情比较趋缓了，大家就不注意。从今天晚上开始，8大行业10连制严格执行。包括长青乐华旅游5月16日开斋节、小巨蛋演唱会、北流大型展演、毕业旅行、户外教学、老人共餐课程全部拢取消停办，并也禁止探视。毕业典礼改做线上，亲子馆的活动限制伫咧100人以下。电影院除了限制100人以下，也要坐梅花座。大众运输禁止食饮。台北市提悬战绩，为防止疫情扩大，校园全部暂停开放。有关各种会考的防疫办法，1月12日公布。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即卖还搁咧传。即卖伫全世界确定病例是超过1.59万例，死亡人数超过331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新增加11例，目前咱台湾是1210例。中国的病例有9万多例，香港超过11000例，伫日本超过65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的病例是超过3300万例，印度超过2200万例，巴西超过1500万例。欧洲的国家伫英国超过445万例，伫法国是超过586万例。即马印度的疫情真热力，也搁伫滚价。目前为着病疫，印度的人数差不多是规个咱台湾的总人口。即马嘛传出，因为遗体伤济，火葬场无在调处理，有人转甲遗体直接等入去恒河。啊，搁有印度即马受疫情影响，因的经济嘛受到真大的冲击。印度第3大城伫南部的卡纳塔卡邦的首府班加罗尔，人口超过1100万，目前超过30万人确诊，死亡的人数持续升悬。街路4界拢会当看到小大体的景象。当地已经宣布5月7日至24全面封锁，违反禁令的民众所骑的机车当场去警方没收。一寡为外地来的移工赶紧伫封锁前坐车返去家乡。不过，也有可能致使到这个感染源不断扩大。班加罗尔，互人讲是印度的四股，是印度主要的 IT 产业大城，以外包跨国公司软体设计甲技术服务为主。不过，随着疫情伫当地大爆发，已经对印度经济产值造成冲击。尽管是印度相对有较好嘅所在，不过班加罗尔同款面临呼吸器加酸素供应欠缺的危机。一寡病患必须3人同齐用一个呼吸器，当然疫苗的剂量也严重不足。To an extent, there is a failure. It should have been more rigorous vaccination. It does not happen. There seems to be severe shortage of vaccine. 若是印度经济的大城镇孟买。当地疫情也真严重，热心的便当外送员唔惊互人感染到的风险，替伫病院外口等待患者免费送餐，希望会当尽家己的力量。印度媒体伫7日指出，印度东部的恒河边啊，看到30外区大体，好亲像已经伫河中差不多流4天啊。居民是烦恼，这是毋是未赴火化的新冠病情死亡的人，也需要等待验尸确认。不过，印度总理莫迪到即马也唔肯宣布全国封锁，敢若地方政府各人做各人的。美国传染病学权威佛奇也呼吁莫迪必须赶紧宣布全国强制封锁2礼拜至4礼拜，要加速注疫苗，无食印度疫情会影响到全球，包括到衫、医药、金融服务，也甲运输人力这个产业的正常运作。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
马来西亚疫情即马嘛愈拖愈吃力，一天超过3800个人去围着。目前，伫马来西亚已经有44万人确诊。马来西亚首相是宣布讲，伫6月初6进前，马来西亚全国封锁。原本伫5月12是穆斯林的开斋节，即马敢若会当伫网络甲亲戚朋友做伙庆祝。伫高速公路顶头设管制站，车牌甲路长，全部拢是要入去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因为疫情扩大，伫初十一天就新增加3807例确诊。马来西亚首相尤姆丁伫初一宣布，10月开始实施全国的行动管制令。当地民众就讲，因为疫情的关系，薪水有时多有时少，而且已经真久无回去厝看爸母。Tambah pula barang-barang lagi mahal. Pasal raya pun satu hal jugalah. Ni dah nak dekat 2 tahun lah tak balik raya, tak boleh jumpa mak bapak. So, of course lah dia terkesan lah kat diri. You know, seeing that there's a big spike in new variants, I also understand. And you know, if we tone down our celebrations this year, then you know, if it helps keep the virus at bay, that's okay with me. 伫行动管制令期间，禁止所有的社交聚会、学校停课，所有的餐厅禁止一个店内食。只敢人早走或者是外送，也禁止跨州关的移动，只有紧急医疗、工作加住房车顶进行例外。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辑。来关心俄罗斯发生校园的枪击案，已经知影有9个人死亡，其中有7个人是学生囡仔，凶手已经被抓到啊。克里姆林宫是表示会加强枪击的管制。根据官方媒体报道，凶手讲伊家己是上帝，要大开杀戒，包括要杀害家己。伫案发大楼的外墙，会当看到拢是废裂，窗仔门玻璃拢破去。另外一边窗仔门的铁窗拢已经变形，物件也甲龟头卡，就知影迄人阵有偌恐怖。这件校园枪击案发生伫咧莫斯科东边725公里的达旦共和国首府克山，有一个查甫人举枪走入去学校杀人。Против преступника. Со словами «не шеститесь, ну, татарин же, что вы делаете?» И уже в него стреляли. Потеряли 7 детей, ученики 8 класса. Террорист арестован, 19 лет, официально на нем зарегистрировано оружие. 俄罗斯的总统普廷对死者表示哀悼，下令加强枪击的管理。国营媒体报道讲，嫌犯真实时阵讲，伊身体内面有一只野兽，伫咧甲伊讲话，才知影家己是上帝，开始受训每一个人。路透社报道讲，有俄罗斯的媒体讲，社群媒体有一个名叫做“上帝笑号”，伫这边枪击案发生的前几天设立，相片是一个戴目镜加嘴暗的查甫人，八大文讲会大开杀戒，包括伊家己。不过路透社无法度证实真实性，这个笑话也已经被封锁。伫俄罗斯若要申请枪的执照，就要先通过心理、枪械安全一个级别的考试。每枪进前，也要通过个人背景的审查。俄罗斯校园枪击案件无定定发生，不过过去几年爆发生过几多件校园暴力攻击。2018年，一个18岁在校生也冲入去学校内面4月乱射，造成20个人死亡，是上重大案件。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以色列巴勒斯坦的冲突搁变激烈。以色列的空军昨昏空袭加沙走廊，炸掉一栋13层楼高的大楼。巴勒斯坦嘛随发射130粒的火箭炸弹来报复。菲律宾的地震真严重，已经拖到46个省。菲律宾的总统杜特地宣布，全国要进入国家级的灾害警戒1档，要防止地震继续拖。来关心美国的投资人还到钱会愈来愈多，会起利息。美国的股市三大指数昨昏拢大落，道琼指数是跌470点。今日咱台北股市有受美国股市大落的影响，一开盘是跌67点，目前已经跌超过200点。来关心世界卫生大会5月20日要举行，咱台湾已经连续5档拢无受到邀请。外交部甲卫福部拢表示会拼到最后，就算23暗才接到通知，24咱嘛会赴去参加。若阵真正无法度参加，咱嘛会提出抗议。
WHA 世界卫生大会24开幕，线顶注册报名时间到7月1止。台湾到即马还无收到邀请函，是毋是会连续5年无法度参加会议呢？卫生福利部表示，之前有会议前1礼拜遭受邀请经验，甲外交部即马目前拢会继续共同努力。若做真正无受邀请，原来会提交抗议函。我在会议前1周才收到，因为我们的情况跟其他会员国不太一样，所以事实上都还是有机会可以受邀。卫福部表示，到时阵抗议函会用自日内瓦办事处向世卫组织来提交。卫福部目前也当伫处理相关细贴资料，将交由外交部设法由友邦提案这个方式来争取参加 WHA。最近国际挺台湾参与的声音不断，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阁公开要求世卫邀请台湾。中国外交部是批评美国干涉内政，阁讲中国上关心台湾人的健康。事实上，没有谁比我们更加关心台湾同胞的健康福祉。在符合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呢，中国中央政府对台湾地区参与全球卫生事务也做出了妥善的安排。外交部在这边严正的重申，相关的说法完全背离事实以及国际的认知。台湾人民的健康的人权由我国政府来守护，中国政府无权也没有能力代劳。外交部长吴钊燮伫推特顶悬批评中国的讲法是无体的白贼话。而且拄好显示中共袂当讲的实在话。外交部强调，中国恶意的主动是 WHO 袂当将台湾完整纳入技术性讨论的主要障碍。对这样代志，咱爱强烈谴责。记者综合报道。再继续来关心咱的本土病例，咱本土疫情，昨昏咱国内一困头新增加7个本土病例，内底有5例是伫宜兰的罗东一间电动间。疫情指挥中心是表示，电动间的群组感染目前也找无感染源，会继续调查。另外，外界嘛关心，安尼7月份宜兰的动员节敢要照常举办？宜兰县长林姿妙并无明讲，敢若讲目前会大声做好防疫。清洁队针对大楼甲周边环境消毒，宜兰罗东一间银河百家乐游戏场逼出5例群组感染，互附近民众是心惊惊，伫咧共同大楼住户表示为安全，决定暂时搬走。就是说楼下有确诊。哦，对，也没有强制叫你们不可以来这里住。对呀，对。那有建议你们怎么样吗？当然是搬走啊。所有的全罗东镇的这个国中小，还有我们的社区。还有这个我们的夜市，还有我们的这个市场的周围，做全面的一个消毒。指挥中心指出，一直控制的本国籍30外岁女性是银河百家乐员工，查到出现胃寒、全身无力、家属发烧，到病院采检查确诊。卫生单位接到通报了后，将个案共大家属同事加上去35人列为居家隔离对象，过采检。目前有4人核酸检测阳性确诊，但是中指出这群组事件甲华航路不特无关系，目前依然找无感染源。那至于讲那几个路径，我知道我们到现在的疫调还没有看到，就刚才做疫调的好像是每天就是在11点多骑摩托车去上班，然后8点多下班，然后在家里睡觉。传出确诊者捌去麦当劳包夜请到夜市顶，但市场表示目前疫调也无显示，佫已经要求游戏场业者暂停营业，所员工居家管理，其他楼层住户甲业者拢爱注册管理，出现相关症状爱通报卫生单位，唔通家己去看医生。宜兰县长林姿妙关键开记者会宣布配合中央防疫升级，即马开始到6月7日停办户外500人以上，室内100人以上活动，亲子馆暂停开放，专馆大消毒。立刻进行全县大消毒，出入公共场所要戴口罩，还有呢，没戴口罩则罚3000元至15000元。如果说升温再多几例的话，就要停办吗？可以有一个具体的数字吗？目前防疫优先。对7月动员节是毋是照办？林姿妙真保留强调目前防疫优先。传出有确诊者去过其他县市，县府也在做相关疫调。另外，这礼拜各种会考会比较相关规格，禁止会考。宜兰某一间高中接到通知，有其他学校学生家长确诊。卫生局强调，目前学校拢是安全的。记者综合报道。
这个拜六礼拜就要举行全国的各种会考，即马疫情是有关到第2层级。指挥官陈时中表示，会考会照常，也毋过会提悬防疫规格，家长袂使陪，考生爱磅体温，专程挂喙罨。另外，全国大学运动会嘛会照常举行，也毋过并无要开放观众。这一箱应该是12罐。青点学业物资做好准备，因为疫情升悬，高中会考15、16举行，所在附中有将近1700名考生，老师搁较紧张，防疫工作未当凊彩。有发烧这样的情况的机会是大增的，那我们就可能所有的防疫物资都要用上之外，所有的东西都要再确认。就是各个单位他们要来会先提名单实名制，那我们就是有各国中端的考生服务队来做考生的相关服务，家长是不能进来。教育部本来就采取真济防疫措施，包含无开放备考，考生进场磅体温，专程挂喙罨考试，考场开冷气，将后门关起来，开4边的窗仔，适度通风。另外，迎天考试照常实施，啊，不过为降低干扰，会暂时关窗仔来考试。另外，会考迄一天会增加酒精的数量，加强公共空间的清洁，各派人加强巡视甲宣导。到现场去巡视，来让提醒我们，如果不小心口罩没有戴好的考生，或者是有一些在防疫上比较有我们看来是比较危机的，我们也会去提醒这样子的考生，提醒他，你不要用洗手之前不要去碰你的脸跟你的口鼻，手要常洗啦，就是2到3个小时，我一定都会习惯强迫自己洗一下。另外，伫台南城大举办的全大运也因应疫情升级，宣布14个开幕典礼，选手无要入场，只有牙牌手甲部分裁判入场。闭幕典礼由下一届学校进场交接，选手教练无要入场，用直播拢无开放民众观赛。我们尽量把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公布的这些足迹的资料，那我们把它纳入到我们的防疫的资讯里面，我们至少已经知道的可能的途径，我们至少能够预防到。现在强调，室内赛事人数会控制伫100人以内，选手休困区会刷到户外，分区休困。另外，总统蔡英文是不是会出席，会搁甲总统府来确认。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上头来关心长照服务，伫据点有分 A、B、C 3款，其中第 C 就是伫社区内底，街头巷尾直接服务时段。伫嘉义县，即马是头一届邀请药师入去社区的据点，替时段服务，毋免互即时段人为着要摕药啊，爱四界走踪，卖教时段安怎食药啊才安全。药师说明食药的时阵爱注意的代志。伫嘉义县的社区长照据点，即马开始有药师会伫内底替时段来服务。即马点遮摕就好，咱即马第3个月就往前，阮点点遮摕就好，毋免过去到连坑，也是到台安尼。阮即马是较方便。咱希望这老大人来的时，伊甲正确的用药的观念，伊学着了，伊嘛会当推广等于伊的厝边头尾。若即都讲无来参加祭典的，伊会当去甲因讲，咱的144有啥物好处，遐药师会当去甲因关怀着啥物物件。社区的长照据点主要是提供时段一寡共餐照顾社区参与甲减慢适龄的服务，但是因为久长病看医生摕药啊，对时段来讲嘛是真无方便，所以嘉义县整合药局资源，甚至18乡镇71个长照据点设置行动药师，方便时段来使用。你老人遮侪岁啊，你那个去到病又较无方便啦。即马有当食苦，有当去病院派医生来，搁护士来，安尼就非常方便。首推的话会有41个点，会由我们药师然后到据点去帮忙做一些用药的一个把关跟咨询，甚至一些药物的一个整合与回收，这些都是我们把药师照护前进到144的一个目的。药师表示，真侪时段因为身体保养甲久长病，拢会食保健食品也是药啊，但是这当中有真侪美角拢需要注意。因礼拜社区除了方便时段摕药啊以外，上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来增加时段对使用药啊的认捌，减少错误的用药观念。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咱台湾已经进入高龄化社会，各社区拢有举办活动，互老大人参加。伫台南客家嘅三庆社区，就有老师设计桌顶嘅游戏，要互老大人激头壳。
打真流行的桌仔顶游戏，令阿公阿妈嘛做伙耍。台南三庆社区为着训练老大人的头壳，设计这款爱算数学佮要合作的游戏。老师表示讲，这通增加因的人际关系，佮有解决问题的能力。透过这些数字模拟说这些都是钱。长辈他手上的钱绝对不够买老师手上的这些东西，所以他们要彼此合作。当他们在彼此集思广益、彼此来合资的时候，他们就会刺激到算术的功能。另外，当他们彼此合作的时候，就会增进人际交流，还有问题解决的能力。106年开始，政府推动长期照护2.0，三庆关怀据点的活动是受到侪肯定。有人桌仔顶的游戏，佮有唱歌跳舞。大家是耍甲真欢喜。06年开始咱政府咧推广这个长照2.0这长照2.0目前推广较进受到大家肯定啦这除了平常时讲到一寡老大人来这做运动上课以外，拢中老时拢直接共餐啦。阿公阿嬷耍甲笑嗨嗨，社区用心设计的活动，互长辈真期待来这上课，和大家做伙来享受养老的时光。记者综合报道。台南金沙里社区因为参加农村再生计划，所以伫庄仔头拢有种花枝木，佮打造一条花枝木步道，即马成做地方的特色。即马花当地大开，开甲水当当，嘛成真侪观光客到位。一阵风吹来，粉红色的花摇来摇去，就像海涌同款水甲。这是最近真出名的台南西港花枝木步道，为咗民众来这看花翕相。不过这路边哪有这么多花枝木呢？金沙里的经理就讲，因为伫5、6年前的农村再生计划，伫庄仔来推广种花枝木，迄当阵真侪居民拢来种，才有即卖的美景。只要庭院有庭院想要种的，拢会当来种一丛树将咱整个社区的这个特色拢可以同款所以希望讲会吸引更多的人来到我们金沙。花枝木也合作白地樱花，因同款是粉红色的，不过伊花较大蕊，花期嘛较长，免爬到深山内就会使看到那亲像樱花的花。孔宗林是庄仔内头一个种花枝木的人，伊讲花枝木真好顾，唯一的缺点就是惊互风扇倒去。这个树较千斤，较千斤的情形伊顶悬伊的树叶佫非常的茂盛，足大棵，所以只要风台来，事实讲风台来，阮就咧烦恼所以阮即摆一直咧困扰的，就是讲要安怎来甲伊做好伊的防护措施。这个花枝木步道是区公所居民和义工辛苦打造的，民众看花就要会记得维护附近的环境，互更较侪人会当看到这么水的景致。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眼界，咱来去恒春。恒春半岛15年前开始发展生态旅游，其中有一阵滨科大森林系学生对老师伫社区做事。毕业后，这阵学生伫2021年有成立里山生态，目前已经甲恒春11个社区同齐规划出有在地特色的生态旅游行程。AM 公司台记台青春咱的网节目，带乡亲咱做伙来去恒春佚佗，来看这阵少年家伫遐的脚食。来到恒春，第一印象是海上活动，是人叉的垦丁鸡仔。但是大家敢知影，恒春半岛有9种生态系，而且有松林、有草埔，也阁有沙漠生态系等等。嘛，因为这丰富的自然资源，2006年开始，垦管处积极推动生态旅游，即卖已经有11个当地社区加入保育经济的行列。其实很多游客是以前他们可能来恒春。他只是为了去海滩嘛，那可能慢慢的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他们来到这个地方，他们可以去，可以走入自然。屏东科技大学松林系的陈美惠教授，2006年带一群学生投入生态旅游的辅导甲推广，毕业了后，林志远和这同学成立第三生态，和永续生态理念继续正做地方共识。但是生态旅游不是简单为着保育甲创造收入，嘛要照顾在地居民的生活。生态旅游的精神，就是讲，你的收入内底，你一定爱提拨一部分。那社区有这笔费用的时阵，伊就会当去做介济对社区有利的，比如讲关怀基点，就是一项。
遮人的恒春半岛是旅游的大国，但是若到上过收入都无稳定，这嘛是少年家离乡种工课的原因。不过生态旅游无分四季，规年通天拢有无共物件通欣赏，嘛希望生态游览的发展通吸引愈侪在地少年家回来家乡为地方发展出力。记者卢尚如、林建如屏东县报道。生活消息来关心市面上有真侪针对户外幼囡仔咧食的牛奶粉，或者成长配方。昨昏有立委甲医生召开记者会，表示真侪家长唔知影这产品内底内容，可能对互囡仔无啉到营养，颠倒啉到糖，所以呼吁咱食药署爱参考美国的规定，要求厂商表示糖分有偌悬。真侪幼囡仔一岁以后拢搁咧啉牛奶，市面上阁有真侪强调成长配方的产品，宣称对一岁以上的囡仔营养吸收将有帮助。但是立委陈秀宝甲营养师等等伫记者会指出，即马成长配方的产品并毋是特殊的营养品，嘛无算是六大类食物当中的牛奶制品。家长其实毋是最了解内底的糖分甲牛奶的含量。添加的这个东西呢，是有玉米糖浆甜的精制糖，我们这个蔗糖，我们的玉米糖浆固形物。这是前面几位，那是不是就类似含糖饮料的概念呢？牛奶罐仔顶悬虽然有标示糖分，不过到底是加添的还是天然的，其实看不出来。营养师表示，囡仔若食啉，可能食到过量的添加糖。呼吁饲药署应该比照美国实施标示添加糖的新规定。小儿科主任嘛讲，其实一岁以上的囡仔主要的营养应该爱食天然的食物、训练。加步，因为大家可以理解，吃要咀嚼，要吞咽，它其实是一个婴幼儿成长的过程。可是如果我们都跳过这个咀嚼这个过程的时候，有的孩子真的会只想喝，不想吃。饲药署表示，即马成长配方的产品拢列入一般食品的规范，牛奶量超过50%，才通叫做成长牛奶粉。家长咧选的时阵爱斟酌，6月卖召开专家食品安全营养会议，无排除参照美国规定成长配方等等的相关产品，表示添加糖的成分。记者电话文李玉凯台北报道。台北荣总新德分院最近引进生物检验诊断技术，将做头一批加入国家检验队的地方病院。目前上界要紧的，就是针对疫情的需求，打造 AI 智慧化的检验环境，让检验人员减少甲患者接触。过去病人来到病院等抽血，差不多要开10分钟以上。即马透过这套 AI 系统，病人对报到到抽血完成，平均只要5分外钟。大大减少等待时间，而且可以使减少人甲人的接触，降低疫情传染的风险。从报到到抽血结束，只要3-5分钟就可以完成了，不用特别跑大老远到市中心去大医院去看病。对，然后抽血上面的速度也有改变。对，不用像等候以前时间等那么久。目前呢，我们引进的这套系统呢，我们的满意度呢也上升了9.4个百分比。病院表示 ，AI 人工智慧已经是全世界的趋势，利用 AI 结合医疗技术，唔但减少人为的错误，可以使提升医疗资源的使用及品质。全自动化的这种服务呢，可以减少直接的接触啊，所以让我们整个在疫情的期间，这套的设备呢，可以让我们也减低感染的机会。目前在当地的人口约10万人，不过过去设备明显无够充足。病院表示，希望透过科技，会使解决医疗资源长期欠缺的问题。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伫这世间，毋是查甫就是查某，咱拢甲人分做这两款。其实嘛有一种族群或者下性别。昨昏有关怀同志的团体开记者会，呼吁社会大众，无论是伫私人企业，也是伫公共场所，拢爱设无分性别的便所，尊重无共款身份认同的人。台湾同志资讯热线协会11开记者会，指出下性别者伫工课场接拄到的困扰，包括求职受到歧视、穿制服、甲走便所互人刁难、强迫出柜等等。比如说，你履历表上面的照片的装扮，跟你的证件性别如果不一样的话，可能就很难取得面试的机会。我已经以女性的身份生活2年了，
平常在外面都是使用女厕没有问题，但曾经我有一次面试的时候，公司没有事先问过我，就擅自把我的状况告诉未来的同事，然后公司还要求我要下6层楼到1楼的大厅才能上厕所。协会呼吁社会做伙思考，便所无一定要以性别来做区别，若是有更较侪无分性别的便所，是会使互更较侪人自由使用。有设置性别优先便所的东吴大学表示，因设置这款便所已经5年左右，学生反应拢袂歹。当时所提的需求里面有很多包含隐私的问题，包含舒适度的问题，包含性别选择的问题等等。我们在隔间的时候，两侧的隔间我们是用10墙式的到顶。那我们的门呢？一般的厕所的门大概高度以往建制大概都在1.9米左右。那我们高度到达2.3米。常常看到在公共场合，女厕常常大排长龙，然后男厕空空如也这样子的状况。那如果是不分性别的厕所，其实就可以很有效率的让大家都可以去上这个空闲的空间。协会表示，有听过一寡人用尿斗的时，若是看到异性会无自在，协会建议会使用隔间，也是路线的设计，来互尿斗莫遐尔明显，解决这个问题。记者郭碧君、郑派文台北报道。在镜头来国外来关心印度，即马疫情是真热辣，医疗体系已经崩盘，有民众规气家己做赤卡西那，家己去拆药单来自救。亲像有人就相信讲，甲牛宝的牛屎抹伫身躯会当预防，也是治疗新型冠状病毒。不过医生是警告讲，这是有缺陷，这是根本无法度医好，颠倒有可能会感染其他的病症。那念经，那将这青青黏黏高高的物件抹在你身躯顶，这是印度新冠病毒人类疗法高牛屎。伫西部古吉拉特邦，最近有一个印度教徒，每礼拜拢伫咧牛棚做牛屎疗法，将牛母的屎甲尿染做伙了，裹伫咧规身躯，搁再互相染掉的乌罗牛母，并且做瑜伽。最后，再搁用牛磷所有清气，因相信安尼会当帮助身体吸取营养，增强免疫力，对抗病毒。那确诊的人也当恢复。लेकिन जब से मैंने स्नान आरंभ किया है, मेरे अंदर एक स्फूर्ति और एक आत्मविश्वास का अनोखा संचार हुआ है, जो कि मुझे किसी भी परिस्थिति का सामना करने से जरा भी संकोच नहीं रहता है। और गोबर और गोमूत्र मिक्स करके शरीर पे लगाते हैं तो हमारी बॉडी उसको एब्सॉर्ब करती है। हमने जब लगाया तो कैसे वेट था, पूरा गीला गीला था, अभी हमारी बॉडी ने सूख लिया है, तो हमारी बॉडी ने ये विटामिन B12 वो एब्सॉर्ब किया है। 相信牛屎疗法的信徒，也有一寡是伫咧病或者是星期公司工作的民众。有人甚至讲，家己去年确诊新冠病毒，就是靠牛屎疗法好的。牛伫咧印度教地位真神圣，信徒相信牛屎有治疗甲杀菌的效果。几落百年来，伫咧相关仪式拢会使用牛屎，或者是清洁厝内。不过医生讲，这是迷信。And there is no scientific evidence to prove the cow dung can be used as a treatment or immunity booster against the corona infection, which is prevailing. 印度的医生警告讲，将牛屎抹伫你身躯顶，唔但无法度帮助预防新冠病毒，还佫有可能感染其他人畜共通的疾病。希望民众唔通误信偏方，颠倒伤害家己的健康。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辑。来关心金球奖的主办单位最近因为种族歧视甲性骚扰的风波引起争议，即马有大明星嘛加入抵制。汤姆克鲁斯已经宣布讲，伊要甲金球奖3座奖座退还回去。美国国家广播公司 NBC 嘛发出声明，讲2022年因无要宣布金球奖的颁奖典礼。Welcome to the 2021 Golden Globe Awards. 由好莱坞外籍记者协会主办的金球奖，地位敢若输入奥斯卡金像奖，是影视界年度重要的代志。不过协会最近争论不断，除了牵涉到种族歧视，也佫互人讲对演员性骚扰。对这代志，美国国家广播公司 NBC 宣布明年暂停转播。NBC 发声明表示，好莱坞外籍记者协会的改革需要时间加努力，所以会予因更较侪时间。宣布2022年无要转播金球奖颁奖典礼。另外，好莱坞明星汤姆克鲁斯伊原来用行动加入比赛，已经退回3座金球奖的奖座。
When Tom Cruise does something like that, you know Hollywood really is going to even listen more. I think you're going to see a lot more celebrities doing things like this. 好莱坞外籍记者协会除了评选机制无够公开，一直互人批评，前主席捌发表种族歧视的言论，事后阁去互洛杉矶时报讲，协会内部无任何非裔成员。另外，协会也阁伫颁奖前有人讲剧组乌西评审的记录，负面传闻完了后 Netflix。甲亚马逊以及华纳宣布抵制，不少好莱坞的明星嘛同齐响应。And it got to the point where it's like Hollywood saying, you know what, it's enough with your promises, it's enough with your plans, do something. And that do something may be just really blowing up the entire HFPA organization and starting over. 历史协会也伫网站顶列出改革的时间表，一定今年8月选出新的董事会，佮增加至少20个新的成员，以达到多元性。另外，原来会有关有性骚扰防治的培训。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天气报道在来关心，今日各地拢是好天小热天气，中南部有8个县市有度高温顶好，有机会高温会升到38度。伫东南部有可能会透小风，若紫外线嘛真强，日头真美，乡亲爱做好早日加啉水，唔通着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温度上低26度，上悬39度；中部温度上低25度，上悬35度；南部温度上低29度，上悬35度；东部温度上低29度，上悬32度。外岛的温度是23度至30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将亲顺心，明仔同这个时间咱再会。